房内灯火未熄，莫非他话没有安谁？哎呀，谁？是我。谁？那生地方最不差，还是让我回去。姑娘，此一夜深是何去的？反正我也心绪不宁，不想安噻。姑娘，我们还是坐下来谈谈吧。切不要打扰了小姐，不妨事，请坐。姑娘，你家住在哪里呀？小姐呀。龙
好，且胜利的后面你后面。问的是有名的神家哦，小姐，你要问的是呀？这有名人家哦，倒是还有一家，还有一家。姑娘，你看来把女长去开花灯，只为你哥哥王老夫把我当做媒家人，抢着夫要成亲，我千言万语难出声啊！他把我强留小姐的闺房来，这真是美满姻缘天公马生哥哥往前跑，身体不做好事情，实在挖墙命运。江湖子进了门，此事倘若传出去，叫我今儿怎做人？我撩起罗军出门去，小姐。要与哥哥把礼宾，小姐，慢来，慢来。小姐千万不能
情。王守英为周文斌，非亲王日思念深。今日巧为在楼台，我不相对明月虚中你既是周文斌，你修改代替门子以表